来有关这个全台湾大罢免，中选会来宣布，目前国民党的立委有32个人通过第一阶段防罢免的门槛。那民进党的立委暂时也无人通过。这个消息是大大来打击到国民党的士气。有风声讲，国民党的党中央嘛决定要积极来介入，来参与到罢免。对这个罢免国民党立委的公民团体来讲，虽然目前的局面是32-0，但是也是唔敢大意，将会规划一连串的活动来加强理念。真的没有通过，那被民进党笑死，就等着挨打吧。就惊讲，好人讲是在野党上弱的战力，前中共党署长赵少康请罢免团体假亲身到罢免5派一个单位去战胜。民进党已经兵临城下，一阶都完成不了，还谈什么以霸制霸？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嘛收听连电的议员，包括立委嘛拢来到加油。毕竟中选会第一阶段的审查，国民党立委32案拢总有过关。另外罢免民进党立委的12案，第一阶段拢都要补件停课再来。32-0的场面真正无乐观，就惊讲国民党的士气受影响。风声讲国民党的中央已经开青灯啊，唔拿地方的党部介入协助。台北市议员服务处嘛将开设联署站，相互罢免团体过成立服务处进行反制。大罢免，救台湾，另外一边民间团体嘛开始动员，新建罢免市卡心带头这个造型城，将会推出罢免的宣讲团，集中名嘴网红立委甲议员到各地协助罢免团体宣传理念。那民进党中央是甲罢免团体兵分两路，打算伫3月中旬启动宣讲甲座谈。为什么要站出来做这件事？因为我们已经无法忍受了。警告国民党，收敛起你们用行政手段干扰这些罢免团体的这些卑劣手段。罢免的热战已经开始啊，哪里拢各出奇招，唔敢大意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